各位老師都知，改簿真係好花時間，但係如果有個更醒目嘅方法呢？呢個就係老師嘅兩難啦。到底要考基本知識，定係要做深度探究？傳統測驗改得快，但就比較死板。開放式題目雖然好，但改起上嚟真係超花時間。咁樣做，俾學生嘅 feedback 好難一致，老師亦都真係會做到殘。你睇下，淨係一份卷，由出題到改完，隨時要搞成5個鐘。但如果全部工作可以喺30分鐘內搞掂呢？想像下，如果 AI 可以將你本教科書變身做你嘅專屬 TA， 呢個 AI TA 會讀得明你份教材，好似老師咁思考，然後出題目俾 feedback。其實超簡單，跟3個 steps 你都做到。你只要將課本嘅 PDF file 撩上去 AI， 即刻就幫你 tailor-make 題目俾學生。無論咩 topic， 要幾多題，深定淺，幾秒鐘就 set 好晒。學生一交卷 ，AI 即刻俾分同詳細建議，學習無時差。重點係 AI 係嚟幫手，做你嘅私人 TA， 你先係真正嘅教學專家。最後決定權永遠喺你手，分數隨時都可以改。你可以參考 AI 嘅評分 rubric， 然後用你嘅專業嚟做最後決定。俾個 example 你睇下，呢個冷凝實驗，由出題到改 report，AI 都幫到手。呢個方法唔單止慳時間，而係將時間用返喺真正重要嘅教學互動上面。即係話你有更多時間陪學生，仲可以掌握佢哋嘅學習進度。想用免費方法自己做呢個工具嗎？我可以幫你。